林林種種嘅餅乾咧，大人細路都中意食噶啦。但係佢哋對你嘅健康有咩影響呢？即刻睇下消委會嘅餅乾安全營養大檢閱啦！消委會測試咗60款餅乾樣本，全部檢出基因致癌物，其中54款檢出環氧丙醇。動物實驗顯示，環氧丙醇有神經毒性、抑制生育能力同埋腎毒性。測試中以呢款梳打餅嘅環氧丙醇含量最高。測試又發現55款樣本檢出另外一種基因致癌物，就係丙烯酰胺啦。佢喺高溫加工食物過程中產生。動物實驗顯示，長期大量進食會引致生殖同埋發育問題嘅。測試中呢7款餅乾樣本嘅丙烯酰胺含量超出歐盟訂定嘅基準水平，其中以呢款夾心餅樣本嘅含量最高。聯合國糧農組織指唔適合為基因致癌物釐定安全攝取量，建議攝入越少越好，以免增加患癌風險。除咗基因致癌物之外咧，今次測試仲發現超過90%嘅樣本驗出污染物3-MCPD 氯丙二醇，其中以呢2款嘅含量係最高嘅。以今次測試中嘅3-MCPD 含量最高嘅樣本計算，按建議一個成年人食8塊呢款餅就會超出建議指標。對於一個5歲嘅男仔，只要食3塊就會超出建議指標。今次測試近90%嘅樣本咧屬高脂、高糖或者高鈉嘅，即刻話你知道邊款餅乾踩中呢3高嘅地雷啊！樣本中33款屬高脂食物，呢一款梳打餅嘅總脂肪含量最高。另外有接近一半嘅樣本，即係27款屬於高糖，而威化餅樣本嘅平均糖含量最高。食30克嘅呢款威化餅攝取到嘅糖含量已經佔世衛建議每日上限嘅1/4啦。鈉含量方面，測試中13款樣本屬高鈉，其中克力加樣本嘅平均鈉含量最高。鈉含量最高嘅呢款克力加，閒閒地食7塊，已經超出世衛建議成人每日鈉攝取量上限嘅一半。提提你，食餅乾咧，仲要留意佢哋嘅反式脂肪嘅含量，以減低患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啊！測試中有46款樣本檢出反式脂肪酸，呢一款威化餅樣本含量最高，食12塊就已經超出世衛建議每日反式脂肪酸攝入量嘅一半啦。買餅乾之前，梗係要睇包裝嘅營養標籤啦。不過今次超過30%樣本標示嘅內容同檢測結果差距都頗大㗎。其中呢一款克力加樣本標示嘅飽和脂肪酸含量，竟然同測試結果相差近76倍。係時候消委會提你一啲關於餅乾嘅健康小貼士。今次測試檢出污染物含量較多嘅餅乾樣本，多以精煉植物油脂或棕櫚油為油脂配料，大家要留意啦。記得保持均衡同埋多元嘅飲食。